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各位新聞界嘅朋友，歡迎大家嚟臨英明合唱團主辦嘅司馬榮神父降 B 大調彌撒曲曲譜首發及贈譜儀式。首先，讓我介紹今日出席嘅主禮嘉賓，佢哋分別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吳惠明局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澳門日報社長李彭柱先生，出席儀式嘅仲有主辦單位英明合唱團團長林平良先生，指揮伍星雄先生。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今日嘅在座觀眾入邊咧，我哋有一位嘅特別嘉賓，佢就係司馬榮神父嘅高足，亦都係世界知名嘅澳門音樂家林樂培先生嘅。感謝佢今日特別撥冗光臨。現在我哋有請英明合唱團團長林平良先生講話，有請林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局長吳惠明先生。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伍志良先生，澳門日報社長李彭柱先生，各位嘉賓，各位新聞界嘅朋友，歡迎各位嚟臨司馬榮神父嘅降 B 大調彌撒曲嘅發行儀式。多謝大家抽時間嚟，你哋嘅嚟臨標誌着對我哋本團本土合唱工作嘅支持，本人謹以謝意。關於英明合唱團澳門本土合唱作品而進行有系統嘅工作，始於2005年。首先喺該年舉行咗歐斯達神父嘅作品音樂專場，隨後陸續舉行咗林樂培先生嘅合唱作品專場音樂會。澳門本土合唱作品音樂會於2008年發行咗一張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專輯，亦都喺去年進一步完成咗一次奧地利音樂之旅，將司馬榮神父喺澳門嘅音樂創作帶翻去佢嘅家鄉。期間，佢哋喺司馬榮嘅遺物裏邊揾到一套3張黑膠碟，係有關澳門音樂家羅寶博士音樂作品嘅黑膠碟。由於奧地利方面知道咗我哋嘅指揮伍星雄先生正在收集緊呢啲羅寶博士嘅資料，所以特別送俾阿伍生作為私人珍藏，令到我哋嗰次嘅行程更加增添咗特別嘅意義。喺澳門本土合唱作品中，因歷史嘅原因，天主教嘅禮儀音樂最源於流暢同埋最為豐富。喺西方嘅文藝復興時期已經傳入嚟澳門。對澳門嚟講，呢一類嘅音樂既係東西方文化交流嘅結果，亦都係澳門喺周邊地區所獨有嘅文化。佢既係澳門歷史區域嘅一種內涵，亦都係澳門嘅一種集體回憶。澳門天主教教區因其音樂傳統嘅需要，直至上世紀中葉一直都有聘請歐洲嘅音樂家嚟澳門教授音樂。最近期受聘嘅係奧地利司馬榮神父，佢係1939年應當時嘅澳門歌樂室主教嚟澳門聖若瑟修院處理一切音樂嘅事務。1966年佢翻去嘅家鄉休養。喺呢27年期間，司馬榮神父桃李滿門，佢嘅弟子遍及世界各地。佢嘅學生當中較為傑出嘅有歐斯達神父同埋林樂培先生。相信大家對呢兩個名字都唔會感到陌生。除咗喺聖若瑟修院工作之外，司馬榮神父亦都喺警察樂隊指揮有成12年咁耐。司馬榮神父喺工作之餘創作了大量嘅聲樂作品，佢大量嘅手稿而家存喺聖若瑟修院裏邊。澳門今日本土合唱作品能夠喺周邊地區與別不同，司馬榮神父實在係功不可沒。此外，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澳門多個音樂團體嘅組成因素嘅話咧，大家一定會睇到司馬榮神父對澳門當今樂壇發展嘅影響力。
2009年9月，大量嘅音樂資料喺蓮溪廟嘅地攤被有心人發現，其中一部好完整嘅彌撒曲手抄簿，本團指揮懷疑係司馬榮神父所作，經過多方面嘅求證，終於證明咗呢一部降 B 大調彌撒曲確實係司馬榮神父所作。關於確證嘅過程，詳細記載喺伍星龍先生所撰寫嘅一篇文章，破解一部彌撒曲所作者誰屬之謎。澳門音樂係社會上層建築嘅一種表現，而音樂得以流傳，除咗依靠音樂家嘅演繹、錄音同埋現場表演之外咧，出版樂譜最為重要。近年來澳門嘅音樂表演活動很多，但係好少見有創作同埋樂譜嘅出版。而樂譜嘅出版唔單止能夠增加作品被演繹嘅機會，亦都能夠使到深入了解作品嘅內涵、作者嘅藝術手法同埋創作技巧，同埋了解當地嘅音樂文化水平。英明合唱團慶祝建團15週年之際，發行咗失而復得嘅司馬榮作大型音樂作品，便有其特別嘅意義。澳門從此之後又多咗一部藝術質量甚高，亦可以令到澳門引以自豪嘅大型合唱作品。值得大家關注嘅，去年英明合唱團喺奧地利嘅時候，對方俾咗一份司馬榮神父親自撰寫嘅一份佢所創作嘅清單，其中有3部大型嘅作品，至到而家仲未被發現。一部就係1947年5月18號喺上海佘山舉行嘅佘山聖母加冕儀式，同埋慶祝2次大戰結束嘅禮儀所寫嘅《和平之後》彌撒曲。第2部係為澳門所寫嘅男聲4部聖母聖心莊嚴彌撒曲。第3部係為悼念1951年去世嘅慈幼會總會長李家堂神父所寫嘅男聲4部安魂曲。根據呢個清單嘅記錄咧，呢部安魂曲當年曾經喺澳門主教座堂首唱過。呢3部大型嘅合唱作品，希望係有關人士嘅支持同埋協助之下，能夠有一日重見天日。司馬榮神父嘅降 B 大調彌撒曲能夠面世，有賴周志全先生慷慨提供許天德神父所抄錄嘅彌撒曲藤本，文化局同埋澳門基金會嘅資助，以及澳門文化廣場總經理陳宇仁先生嘅協助，在此謹以謝意，多謝各位。多謝晒林團長。現在進行司馬榮神父降 B 大調彌撒曲曲譜贈送儀式。首先有請我哋嘅贈送嘉賓，文化局吳惠明局長，有請，小姐。聖若瑟修院院長代表總務長周安志神父。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副院長劉炎新神父。好，有理工學院圖書館代表陳慧紅小姐。提供彌撒曲藤本嘅周志全先生。好啦，亦都有請3位一齊合照留念啦。好，唔該晒3位。接住我哋係邀請澳門日報社長李彭主先生贈送曲譜，有請社長。受贈嘉賓有澳門大學圖書館代表潘雅欣主任。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先生。
好，亦都有請3位一同合照留念啦。好，唔該晒3位。接住落嚟，我哋進行嘅係送贈羅寶博士黑膠唱片與澳門博物館嘅儀式。首先有請英明合唱團指揮伍星雄先生介紹獲得呢一套唱片嘅經過，有請伍生。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所講嘅就係呢套唱片，佢係一套13張，都係羅寶博士嘅作品。咁呢套唱片就係司馬平神父嘅好朋友喺整理佢嘅遺物嘅時候發現嘅。咁去年我哋英明合唱團就去奧地利將司馬平神父嘅作品帶翻去。咁而當時佢哋亦都知道咗我係揾緊羅寶博士嘅一啲音樂資料，咁所以佢哋就好慷慨咁樣將呢一套珍貴嘅遺物送咗俾我。咁根據呢套唱片上面嘅資料，咁所有嘅作品都係羅寶博士嘅。咁羅寶博士係上世紀30年代至到60年代嘅好重要嘅澳門嘅一位人物。咁佢係好喜歡音樂嘅，亦都指揮呢度有作曲嘅。咁而呢套唱片上邊嘅無論編曲或者係指揮，都係奧地利嘅音樂家，而負責演奏嘅團體咧就係維也納大圓舞曲樂團。咁根據司馬明嘅朋友講，呢套唱片嘅製作係司馬明神父一力促成嘅。咁喺1966年嘅時候，司馬明神父離開澳門，翻到奧地利休養。咁佢就冇帶走佢嘅喺澳門所創作嘅作品，但係就帶走咗呢套唱片。咁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咧，呢套唱片對司馬明神父嗰個意義，同埋咧佢同羅寶博士之間嗰個關係嗰種嗰個程度。咁透過呢套唱片，我哋可以知道呢件遺物係幾咁有歷史文化嘅價值，亦都係好有紀念性。咁同埋亦都透過呢套唱片，我哋亦都知道原來早在半個世紀之前，澳門同維也納之間就已經有文化一種音樂文化嘅交流。咁所以一套咁有意思嘅一套紀念品，我覺得佢應該有個適當嘅安身之所，好能令佢能夠發揮佢嘅作用。咁所以有請陳盈憲館長接收呢一套唱片作為澳門博物館嘅館藏。有關羅寶博士嘅黑膠唱片將納入澳門博物館館藏。現在陳盈憲館長就會向伍星雄先生致送一份嘅鳴謝函嘅，有請館長。亦都有請我哋吳偉明局長嘅。多謝晒3位。現在由英明合唱團團長林平良先生代表，分別向嘉賓致送紀念品，有請林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吳惠明局長。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吳志良主席。澳門日報社長李鵬柱先生。
仲有澳門文化廣場總經理陳宇潤先生。多謝晒我哋一眾嘅主禮嘉賓。接住落嚟，我哋係由英明合唱團選唱司馬榮神父降 B 大調彌撒曲其中一段歡呼曲讚美曲 Sanctus Benedictus， 請大家靜心欣賞。咁現在我哋就係率先介紹司馬榮神父呢套作品裏邊嘅兩個部分，一個係 Sanctus 同埋 Benedictus。各位主禮嘉賓同埋受贈嘅嘉賓上前嚟嘅大合照好嗎？後邊嗰啲就趌高少少啦，最後第三行1、2、3趌高啊！你哋呢行全部喺前面，包係長光住嘅。預備1、2、3，第三行1、2、3趌高。好，再嚟1、2、3高。OK， 好。稱為司馬榮神父所作嘅彌撒曲，多得有心人嘅發現，以及英明合唱團指揮嘅整理同埋求證之下，得以重建編引。文字上面嘅工作透過今日嘅發行儀式已經完成，我哋熱烈期待英明合唱團繼續努力不懈，喺不久嘅將來可以演繹整套嘅彌撒曲嘅。另外，今年亦都係英明合唱團成立15週年，主辦單位將會喺12月2號星期日晚上8點鐘搞玫瑰堂舉行一場名為《聖母與聖嬰英明合唱團15週年》嘅感恩音樂會，免費入場，將會演繹多首感恩及聖誕歌曲，當中亦都會包括司馬榮神父嘅作品，歡迎大家前往欣賞。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司馬榮神父降 B 大調彌撒曲曲譜首發及贈譜儀式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大家嘅蒞臨。